今日為大家介紹位於金鐘核心地段嘅超級豪宅富匯豪庭，位於寶雲道2號。呢座由恒基打造嘅超級豪宅，坐擁頂級嘅地段，成為名樓圈層嘅標誌性居所。物業位於金鐘寶雲道傳統豪宅區，呢個高層嘅單位符合維多利亞港全景。呢個係 A、B 室相連嘅單位，實用面積3738尺，23年樓齡。呢個單位曾經係高銀集團主席潘蘇通持有，而家以銀主盤招標形式發售。招標嘅截止時間係2025年嘅5月7號，星期三中午12點。各位如果有興趣索取招標文件或者睇樓，請通知我。Hello， 你好，我姓蔡，今日咧同大家睇一個中半山嘅物業。呢度地址咧就係寶雲道2號，物業嘅名稱咧叫富匯豪庭。呢一個單位咧係一個相連嘅單位嚟嘅，而業主咧就係潘蘇通。而呢度咧有兩個單位 ，A 單位嘅實用面積咧就1933尺，而 B 單位咧就係1805尺，總共加埋咧就係3738尺嘅實用面積。呢度嘅開積咧就係3房3套，連埋一個好大嘅酒窖，望翻維多利亞港景觀。呢個咧就係相連單位嘅客飯廳位置。呢個位置咧就係主人房嘅區域，呢度咧就係一個大嘅書房，而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夾萬庫嘅位置。書房嘅旁邊咧，亦都有一個洗手間。喺書房直入咧，呢度就係睡房區域。呢個維多利亞港景觀咧，喺中半山嚟講咧，佢算係比較近海邊啦。咁同埋我哋見到望翻下低呢個位置咧，可以望到兵頭花園喎。呢個書房區咧，窗戶就比較多，採光率非常之好喎。而裏邊呢個位置咧，就係 walk-in closet 同埋浴室。而呢個位置咧就改變成一個大型嘅酒窖。呢個酒窖嘅存酒量咧非常之豐富啊！喜歡杯中物嘅你一定要參觀下啦。呢個位置咧有2間套房喎，第一間嘅套房，套房嘅浴室，呢度咧就係第2間套房啦。套房裏邊嘅 walk-in closet 同埋浴室，呢度咧就係廚房嘅位置啦。
呢個由高銀主席潘蘇通擁有嘅物業呢，而家呢就變成咗銀主盤，可以嚟參觀呢個銀主盤嘅單位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俾電話我啊，我電話95231228，我姓蔡嘅，拜拜。